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有讲起到巴拿巴对上帝的奉献，咱今日要来看伊对人的态度。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求来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圣经就是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助。阮真清楚你的话充满气力，会当更新调整阮的生命。阮也愿意顺服伫你的帮助下面，所以阮恳求主，这个时刻，找见圣神帮助阮，会当理解你的话，也会当照安尼去行，来得到福气。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顶回有提起到巴拿巴这个名其实毋是伊的名，伊叫做约瑟。巴拿巴的意思就是伊一个外号，意思就是叫做华语叫做劝慰词，就是鼓励人的人。所以一个鼓励人的人，就是伊是内心温柔，会当体谅别人的人。咱会当对三项代志来看。巴拿巴，伊对人的体谅，伊对别人的宽容。首先，咱发现着巴拿巴伊的心肠真柔软，伊看起着困苦人伊会提出想办法去帮助人。咱知影早期教会存在着迄个贫富差距真大的状况，有的人生活较富裕。有的人过着困苦的生活。当即群人做伙伫一个环境中间，做伙一个团体中间，咧互相生活的时阵往往会有产生一寡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有人好好养，有人较散嘛。这个时阵平平若要食物件，可能有的人供应的较侪，有的人较少。所以。初代教会因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采取的方式就是去分享。透过分享，互人得到每一个人拢得到欠缺，得到帮助。咱顶礼拜有提起到巴拿巴伊的奉献，伊奉献，伊变卖伊的田园，然后将钱交互使徒，伊无讲家己来分伊尊重使徒的权柄。所以，伊将这个钱完全交予使徒，予使徒照着当时阵教会众人的需要去分配，安尼就当去予欠缺人得到供应。所以，巴拿巴伊其实就是伊会当去体谅迄个困苦人的需要，所以伊有效去管理上帝交代伊管理的产业，伊分享伊的钱源。帮助这送养人，分享是一件真特别的代志，就是透过分享，迄个疼就伫这个中间。所以咱来理解早期教会的起造毋是干那是人的作为，是因为上帝的疼去感动人，互人会当透过分享，就形成早期的教会。这就是教会本质啦。巴拿巴就是一个真好的典范。伊做一个领导者，伊愿意做一个典范，做一个模样，将家己所有的甲需要的人做伙分享。所以，伊是体贴苦难者的一个人。第二项，伊的宽容嘛表现对犯错的人身上。特别是保罗这个人，咱也知保罗还未信主之前伊是大大迫害基督徒的人，因为过去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伊是一个犹太主义者，伊对犹太主义非常的热心，伊将当时阵的基督徒看作是背叛犹太教的一群人，因认为基督徒无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伊就真生气，设法
要迫害基督徒，伊将真济这基督徒陷害，互因关伫监牢内底，甚至用上界可怕的刑罚来刑罚这信耶稣的人。所以甚至有真济基督徒因为保罗的缘故，死伫这监狱中间。所以伫这个情形下面，耶路撒冷的教会对伫保罗心中拢有一种怨愤甲惊吓。结果后来，耶稣伫保罗去伫大马士革的路上，对伊显现，呼召伊，伊就归信耶稣。归信耶稣了，伊完全悔改。伊想要为着福音尽伊的气力，但是伊拄到一个真大的问题，真大的困境，就是一方面过去甲伊合作迫害基督徒的犹太人，无法度原谅伊的背叛。讲过去咱做伙合作咧参与这个这背叛咱犹太教的这基督徒，竟然你今仔日徛伫伊迄边，所以这群人对保罗嘛真生气，派人要迫害保罗。另外一方面，过去受到伊迫害基督徒，嘛无法度信任伊。所以保罗到耶路撒冷去找耶稣基督的门徒，无想到耶稣基督的门徒无半个人愿意接纳伊，大家拢拒绝伊。所以咱拄则所读的圣经讲，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扫罗就是保罗保罗过去的名想要甲门徒结交，但是大家拢惊伊。这咱想就是真简单想，咱嘛知影理由因为过去保罗是迫害因的人今仔讲伊已经悔改到底人什么人知影伊敢是真的悔改？若万一伊想要利用这个假悔改来咱团体中间搁来破坏咱所以大家拢惊伊，唔信伊是门徒，独独一个人就是巴拿巴。巴拿巴接来伊。带伊去见使徒，来说明讲保罗已经改变了，而且替伊做证明，为挂保证，讲伊伫大马士革安怎奉耶稣基督的名放胆来传道，就是因为安尼，这使徒才慢慢来接纳保罗。所以咱来理解就是因为巴拿巴伊替伊挂保证。使徒才会改变对保罗的态度。其实这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因为保罗的记录实在太无好个，大家拢惊伊。除非你有真宽大的心胸，才会当相信伊、接纳伊。这就是巴拿巴有诶，使徒无。这真讽刺的就是，咱看耶稣基督咧教导这使徒讲，爱听你们对的。爱为着迫害恁的祈祷，结果使徒看到这迫害因的来，大家惊要死，袂去接耶稣基督的教训，让巴拿巴做教。咱今日对教会历史来看若无巴拿巴的接待、甲包容、甲推荐，就无保罗。安尼教会历史就因为安尼来改变，因为后来差不多大多数欧洲外邦。宣告拢甲保罗有关系，所以若无保罗，就无欧洲的宣告；若无巴拿巴，就无保罗。所以伊是一个会晓去宽容迄个过去犯错的人。佮另外相款的态度，咱会当看出，伊会当去接纳一时软弱的人。这保罗就做袂到。咱来讲一个故事就是。保罗甲巴拿巴因后来做伙伫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就差遣因去传福音，所以保罗甲巴拿巴就相招要去做旅行传道。因这个时阵就想讲，我一定爱身边爱找一寡助手。巴拿巴就推荐伊的表小弟马可，讲马可这个真好，受真好的教育，伊对咱会当做真好的代志。结果出发无偌久，因到彭维利亚这个所在的时阵，马可唔知因为什么款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伊迄个时阵还真少年，较软正。旅行传道毋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真艰苦。可能过程上过艰苦
伊佫较幼稚，所以就想讲无爱做啊，半路就走转也就杀灵嘛有可能伊较少年伊离开家乡上久，较少年家乡所以就赶紧半途就逃走，等于也就杀灵。结果即件代志保罗来记条条。当因第一遍传道结束了，又过一段时间，保罗佮招巴拿巴讲：咱过去第一遍旅行传道的时阵，设立真侪教会，咱即马佮第二遍去咱巡一下，而且佮有一寡其他的所在，咱嘛爱去传福音。即个时阵巴拿巴就讲，就提议讲：马可佮互伊一遍机会啦咱佮带伊做伙出去但是保罗感觉讲马可这记录无好所以就无要接伊收。伊无想到伊过去记录嘛无啥好讲这记录无好做福音的道兵，所以为着事工的缘故，绝对袂当带伊去。就因为安尼巴拿巴甲保罗因为安尼来互相产生冲突。巴拿巴坚持要带马可，保罗坚持无爱。两个就安尼分开，所以保罗就带西拉去传福音，巴拿巴就带马可去另外往别个所在去宣教。结果咱若对教会历史来看，历史证明保罗看唔到人，甚至保罗伊也承认伊看唔到。咱来看一段经文这是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11节这保罗写批予提摩太，叫伊交代伊一寡代志，叫伊爱来伊身边的时阵，伊安尼讲，请你将马可带来，因为伊伫传道的代志顶面对我有利益。咱若另外看腓立门书的24节腓立门书1章尔24节。伊安尼写讲，我当讲马可也愿你请安，表示迄个时阵，保罗写批予腓立门的时阵，马可就伫伊身躯边咧帮助伊。所以这时阵，马可已经真做伊的同工，伊的助手。所以咱看，因为巴拿巴伊的包容力、伊的包容心、伊的远见、伊的智慧，真正甲别人完全无共款。保罗看袂到的所在，巴拿巴看会到。所以，伊选择马可，互伊对迄个过去的软件慢慢来培养，互伊成长起来。后来，伊成做福音的使者。咱对教会历史来看，后来马可成做北非洲第一个主教。伊伫非洲起造了就3代的教会，后来伫非洲宣教。所以，咱嘛会当安尼讲。如果若无巴拿巴伊的包容，咱教会历史会因为安尼完全改变。因为无巴拿巴就无保罗，无马可嘛，无保罗就无欧洲的宣教，无马可就无非洲的宣教。所以巴拿巴属灵的眼光，甲伊包容的心怀，对教会历史有真大的贡献。因为伊的包容接纳，互保罗甲马可。这些人拢有机会对一个犯错者精神改变，对一个软正的人变作光强壮大的人，真做上帝所重用的萝卜，真做正教会祝福。这就是巴拿巴伊迄种宽容的心，所为着这世间所带来的祝福。咱来想看觅，若无保罗因去出去宣教，就无今仔日咱明捌福音。所以因为伊一个人的贡献，带来这么大的影响，拢是因为伊有宽容的心啊。当然，咱知影要包容人、要接纳人，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特别是咱看无顺眼，咱看无介意，咱人拢有血气嘛，咱甲保罗拢相共嘛。看啥物人可能过去做了毋对，咱就记条条。这个我永远无要甲伊合作。咱拢有即款的血气。所以面对这款的情形，牧师下面要甲大家分享2个原则，帮助咱会当
较宽容、较接纳别人。第一项，咱要包容甲接纳，第一项代志就是咱爱清楚人的价值啊。咱咧看人的时阵，爱了解伊的价值。咱每一个人拢是有瑕疵的人，但是咱拢是被上帝接纳的罪人。首先，咱来明白，伫上帝眼光中间，每一个人，包含你、包含我、包含你四周围的兄弟姊妹，也是外面的人，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宝贝，伊完全接纳咱。圣经安尼讲，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伊；世间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伊。上帝接纳咱每一个人，伊真心看顾每一个属于伊的囝儿甲查某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检查咱的生命中间，可能有时阵会向拒绝，嘛有时阵会叫人轻视。有一寡人为着要互别人去接纳伊，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讲只要我表现了较合理对方的要求，对方一定会接纳我。有真侪夫妻的关系，有真侪爸囝的关系，有真侪朋友的关系，拢是安尼讲我来满足伊的需要，伊一定会接纳我。也是讲我只要诚做完美，较好淡薄对方一定会接纳我。牧师啊，大家讲，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第一项，咱无可能完美，咱拢有瑕疵，咱拢是罪人。无一个人会当完全满足别人的需要。过来，检查你会当真完美，接近完美，但是人也是无一定会接受你。你看耶稣遐尼完美，也是真侪人无接受伊啊，甚至将伊钉伫十字架顶。咱来理解，一个人之所以会当被接纳，毋是建立伫讲我表现了安怎，所以对方才接纳我。一个人被接纳，是因为是建立伫接纳别人的人的成熟甲疼顶面。咱拢做过囡仔，咱做囡仔时阵，咱拢感觉讲，有时阵咱拢会感觉讲我若表现较好诶，爸母会较疼我，爸母会较惜我。我若无乖爸母就无爱我。其实这种观念其实是毋对，因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爸母，袂因为这个囡仔表现安怎，才会疼囡仔嘛。真正疼的爸母就是，无论安怎，这囡仔安怎，这就是我的囡仔，所以我疼伊嘛。伊表现无好，可能伊会生气，但生气的原因毋是因为无爱、无疼，是因为可能愿望失落，可能因为伤心，但是绝对毋是。那这成熟的爸母绝对毋是无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疼的上帝，伊有完全成熟健全的疼，伊疼咱，检查咱敢若无好，伊也是全然接纳咱。上帝实在是疼咱，所以伊互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互咱有一个典范会当学习。耶稣基督的生涯中间，咱就看出。伊咧表现出上帝眼中每一个人拢是伊的宝贝。咱看见耶稣伫伊世间中间，伊甲所有的人拢做伙交陪，伊有甲好家人做伙，伊嘛甲颂扬人做伙，伊甲一寡社会地位真悬的人做伙，伊嘛甲乞者妓女做伙，咧表现上帝疼每一个人。这人无论伫人的眼中是尊贵也是卑微，上帝拢接纳，上帝拢疼。咱看路加福音书15章浪子的譬如，咱就知。检查咱亲像浪子同款赔率，上帝也是亲像一个慈爱的老爸同款，伫迄门口咧听候这个流浪的浪子。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被上帝接纳的罪人啊！你我拢相共。第二。咱拢是被耶稣基督赎回的宝贝。咱每一个受造的人，拢是有价值的。我捌听过一个牧师做一个比喻，我感觉真有道理。伊咧讲一项物件要咱看出有价值，在伫两点。第一点是，这项物件是用偌济代价所买来。第二项就是讲，这个物件是属于什么人的？咱首先来看。
这物件当然物件有无同款的品质，所以咱去买物件时，你付出较济的代价买来的物件，这当然是较有价值的。咱拢真清楚。保罗讲恁是上帝用重价买来，上帝付出真大的代价。咱是用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用伊的身体所换来，咱毋是清彩被拯救的，是耶稣基督受苦受死换来，是真宝贵，是上帝开真大的代价所买来，甚至会当讲是无价。搁另外，要判断一样物件较有价值，咱爱看这个物件是属于啥物人的。我过去可能10几年前有一个电视节目，毋知大家有看过，叫做迄日本的电台播的，叫做开运鉴定团咧鉴定物件的无共款的物件摕出来鉴定，讲这个物件有偌济价值。有时阵一个物件咱看做无啥物物放一个碗，也是一个亏是一支宝剑因为伊过去捌属于一个真出名的人，这出名的人捌拥有这个物件，哇，迄个物件的价值价值就翻过来倍，因为伊捌属于某一个人。咱若对安尼来看，咱来明白，保罗讲，恁是属基督的，咱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咱是价值非凡呐，咱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上帝既然接纳咱每一个人，咱应该爱学习去接纳每一个其他兄弟姊妹，因为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爱，咱就爱彼此互相接纳。当咱清楚人的价值了后，咱就爱开始第二项，就是咱爱开始调整咱对人的眼光。对人的观点，有第一项做基础了，咱调整咱对人的看法。第一项就是咱爱加去看人的优点，毋是去看人的缺点咱爱改变咱的习惯。要接纳别人，咱爱用正向的思考来判断每一个人，因为咱知影每一个人拢无完全嘛，拢有歹的所在，但是每一个人嘛拢有好的所在。如果咱会当用一个正确的眼光去看，咱就爱安怎加去欣赏别人的优点，特别伫教会生活中间，咱爱加去看人的优点。伫教会生活中间，上界大的问题就是出伫顶回牧师甲大家分享过，论断别人的缺点耶稣讲，你毋通评断别人，上帝就要审断恁。因为恁怎样评断别人，上帝也要照样审断恁。你用什么牛气去牛别人，上帝也用相款的牛气牛恁。因为论断是上帝的代志，毋是人的代志，这点非常重要。咱要加去欣赏人的优点，莫去批评人的缺点。咱将咱的眼光放伫人的优点顶面来荣耀上帝。咱人其实真奇怪。咱即马是疫情所以咱较少出国去佚佗同咱伫台湾嘛，咱去游览佚佗。咱出去佚佗的时候，咱开钱出去佚佗，拢爱去看迄个足水的风景，对无？咱去欣赏水的物件嘛。甚至过去咱会当出国的时阵，有人开真侪钱去外国的博物馆去看迄艺术品，要看迄水的物件，人类创造水的物件。结果咱伫咱上界亲近的人顶面拢咧看缺点。咱知影迄个人咧挖泉石迄个矿坑内底，迄工人挖入去，内底拢是阿早的迄个土对无？但是伊拢注目睭咧看啥？看到有迄个泉石的挖矿，所以因的目睭毋是咧看遐土、遐做垃圾的物件，拢咧看迄个，我可能会去挖到迄个水的物件。叫咱伫上界亲近的人、身躯，拢咧看伊的土。伊垃圾的所在，拢无去看伊亲像泉石遐尼宝贵的物件。所以咱这个眼光爱调整，爱专注伫迄个别人的优点，毋是缺点。第二项，咱爱专注伫
合一，毋是无共款的所在。人甲人中间有真侪无共款的所在，因为咱伫无共款的背景、无共款的经验顶面成长，所以人存在着真侪相异的所在。但是咱若详细想，咱嘛存在真侪相关的所在。所以咱爱学习去看别人甲咱共同的所在，特别是咱有共同的信仰。圣经讲，基督就亲像一个身躯，有真侪机体。咱每一样拢是无共款的机体，有无共款的功能。但是虽然有真侪机体，咱犹原是属于一个身躯，咱拢共款属于耶稣基督。咱来明白，咱被呼召来成做兄弟姊妹，这是上帝的恩典。一个人个性更较特别，伊被安排伫咱的中间，成做咱的兄弟姊妹，咱就爱去接纳伊。咱来强调迄个合一，毋是无共款的所在。最后一项，就是咱爱专注伫未来，毋是现在。咱尽量用现在的状况，来讲这个人过去的状况来评断这个人。但是咱毋通忽略，上帝有迄个改变人的气力，人的成长会改变。牧师过去咧，甲大家分享，听是包容，还是讲听是吞忍的时阵。甲恁讲过，迄个包容甲吞忍的迄个字根原文的希腊文的字根，意思是厝顶。像咱这有厝顶对无？厝顶的目的是啥啦？保护咱嘛。今日落雨，咱伫这厝顶的保护下面，咱就袂去互南雨淡去。这保护的目的是啥啦？互咱伫遮恢复，互咱伫遮成长。亲像巴拿巴包容保罗，保罗过去犯错，伊亲像一个厝顶伞款来保护起来，互伊伫这犯错的过程中间会当悔改。亲像巴拿巴咧包容马可，互伊伫一个厝顶的保护下面，互伊对软弱会当变做刚强。这包容嘛，亲像迄个咱咧打迄乌克棒小人，有人生命中间有一寡伤痕，伤痕你若无来顾好势，伊就会产生别种的病，细菌会进入，所以你来包起来，来防止起来，互伊伫即个保护下面来恢复，恢复了正常了，就佫有气力啦。所以咱看见着巴拿巴就有即款厝顶、即款 OK 棒的即款的功能、即款的特质，带互保罗甲马可遮尔大的祝福。然后保罗甲马可甲祝福其他的人，甚至咱今日嘛领受因的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咱看到某一个人，可能咱感觉讲这个人我看伊真无顺眼。但是如果咱会通加包容、加宽容、加接纳，有可能因为你的帮助，互这人改变，伊将来成做真大的祝福。这是咱爱学习的功课。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伫教会这个环境中间学习，安怎去接纳，安怎去包容。主，阮拢是有血气，有下属，求主用你的话亲自来改变阮，互阮会当互相接纳，彼此包容，来成就你美好的旨意伫阮的中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